全台湾头一台要驶伫市区车路的自动驾驶公车，按算伫这个月15要伫高铁升级站附近做夜间无载人客测试测验。一若一切是正常，按算伫8月开始就会提供载人客服务。明年3月正式伫新竹县的市区提供公车的服务。未来公车就亲像这款模样，变做无人的自动驾驶车，透过车顶的八粒感测器。甲智慧装置提升安全性，万一拄到状况，会使马上自动停落来。台湾摩托车很多啊，这一点是在这个先进国家很稀少的，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在台湾所训练出来的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在其他车流比较混杂，尤其是东南亚其他国家摩托车比较多的国家，我们会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届较特别的是，利用车联网技术结合路测系统整合通讯。又搁车行顶设施来提升安全性。另外，智慧单车的灯啊，会使侦测单车的人是多啊少，随时调整出车。车流的一个混流的一个情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我们是比较郊区或者是公车的专用道。那我们这一次是真正导入在真正的这个混流的这样一个车道里面去做一个自驾的一个运行。新竹县自动驾驶公车计划拄开始是以无载人客，逐工对暗时10点到隔工返点1点做测试，后期换做早起测试。若是顺利进行，续来才会开始载人客。上下阶段就是市区公车实际营运。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